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。尋日3月17號，深水埗喺麥當勞門口，兩個女人為咗排隊買雪糕，打到飛起，仲要嚇到一個有特殊需要嘅女兒爆喊。事發喺下晝約5點，深水埗福華街嗰間麥當勞門口，一位媽媽帶住佢個女排隊買雪糕，期間一名身穿深水埗電子特賣城黃色背心嘅女職員質疑兩母女打尖，雙方口角之後，女職員率先衝上前，扯住媽媽頭髮，將佢成個人揼落地，力度大到眼鏡飛甩埋，頭部冚地一聲巨響。媽媽起身之後唔理隻鞋飛脫，赤腳瘋狂還擊，混亂中仲將對方件背心扯甩。成個場面最令人心痛嘅係同行嘅女兒目擊媽咪被打，當場嚇到大喊，一邊喊一邊拎起身邊嘅背囊同環保袋拍打女職員，試圖保護媽咪。有街坊指出，呢個女仔有特殊學習需要，疑似智力有問題。佢爆喊嗰一幕，睇到好多網民都好心痛。成件事喺 Threads 洗版，網民分成兩派，有人鬧爆女職員為杯雪糕打人，欺負弱勢；有人就話智力有問題，唔係大晒，唔排隊就係唔啱。後來有自稱係家人嘅網友澄清，話媽媽其實有排隊，只係個媽媽揀緊雪糕先離開條隊一陣，返去排嘅時候就俾個深水埗職員推撞。警方到場後，案件最終改列為糾紛處理，無人被捕。一杯雪糕幾廿蚊，食遲幾分鐘唔會死，但為咗啖氣搞到披頭散髮，仲要嚇到個有需要嘅女仔爆喊，邊個睇到都心痛。有網民表示，電子城女職員穿着制服大打出手，就係一種蠢嘅表現，影響公司之餘，更有機會被公司照肺。大家又點睇呢件事？歡迎留言講低你嘅睇法。哎呀呀呀！排隊啊！我排緊隊有兩母呢喺度啊！叫你排隊啊！我攞錢你入去。做啫，大佬。點解咁樣清楚嘅？有閉路電視更加好。邊個打邊個都好，都係應該嘅而家。係佢唔啱就拉佢，係啦係佢嗰啲，係佢唔啱就拉佢，咁簡單。要遮你乜嘢？OK。即係最低佢哋考唔到㗎。冇錯，OK，之後 OK。
搞咩嘅？搞咩？打交啫嘛，點解嘅？排隊喎。喺呢度排隊定邊度？